创意书房违法卖一寡未成年的书品影像，在台中地检署去年起诉6个人，其中一个姓陈的补习班老师涉嫌猥亵，搁再偷袭30个查某学生，甚至是查某同事。这台中地方法院在今仔日一审宣判刑12年。这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就要建立到这儿童工作证的制度，也要建立民众对偷袭的敏感度。台中地检署侦办创意书房性影像网站，对大量的会员内面发现台北市细陈的查甫人，伫做补教韩国小的代课老师的时阵，涉嫌骗收还未满14岁的少女，搁伫补习班的便所用塑胶管和旁边喷灌装监控摄影机，偷袭30个高中小的查某学生和查某同事。台中地院到一审较儿童和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判伊12年。诚信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，被告行为共计55罪，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。本案仍得上诉，全案尚未确定。细陈的查某人伫偷翕影片了后，用电脑合成其他的人的性影像，透过通讯软体 Telegram 团结群组和创意书房的社群。人本基金会认为讲，即马请补习班老师和管理的制度有真大的疏失，业者敢若会看老师的良民证，应该建立儿童工作证的制度。现在补习班的部分呢，它只有良民证，它只有省良民证，所以我认为补习班的老师必须要有一个管理制度。好，例如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儿童工作证，通过国家的认定之后，他有资格从事儿少工作的人，他才可以应征到补习班。否则的话，现在的补习班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洞。台北市5月8通过公共场所防止监控摄影管理办法修正草案，公共场所的业者应该逐个月实施反监控摄影的政策。内容基金会是认为讲，业体的规范和管理恐惊是对袂着科技的变化，应该先对教育来开始做，让全民了解防偷翕的知识。尊重个人隐私。这个数位的时代，隐私这件事情跟影像这件事情需要被尊重，且去清楚知道这个部分不能这么做的时候，然后有他的责任跟刑责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制止的效果才会出来。在去年11月案件起诉了后，细陈的查甫人是一审台中地院而且羁押。事后，伊主流已经宣布承认犯行，嘛和其中3个被害人和解赔偿，而且必须车养老爸老母和少岁查某囝2摆申请停止羁押，拢互法院驳回。一审红档判12年，专案阁会当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